但是新竹县北部乡拢有一个油工会庆典，4000外人手提火把，象征族群团结，是北部特殊的客家传统。今年乡公所也举办摇摇比赛的展览，咱今麦也做伙来看卖。 4000外人手提火把，行伫北部大街，场面看起来真热烈。旧历正月15是新竹县北部乡油港户庆典，逐年拢起不少人来参加活动。乡公所搁特别举办摄影比赛，希望把珍贵的画面拢记录落来。影像记录展最主要也是希望在活动之后，那可以让这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或者是精神可以延续。那除了照片之外，那也有当天的活动的影像的部分，那可以让大家再次的感受正月15油港火的一个不一样的元宵节活动。今年总共有253件的作品参加比赛，第一名是来自德东高中的老师。 伊讲来参加油港火活动，让人真感动。我看到这个活动，我觉得非常感动，因为他们，当你看到所有的乡民都是自发性的从四面八方涌过来集合的时候，那个整个画面真的蛮震撼。会像这样，就好像那个火龙在环绕着整个他们的信仰中心那样的感觉。专家有拍摄出非常多美丽的照片，将来也可以作为我们北土留下一个永恒美好的一个回忆。 比赛现场除了摄影作品，还有纪录片，内面拢是非常珍贵的记录。目前在田南宫影像纪念馆展出到6月30，邀请大家有闲做伙来感受北部才有的特色文化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